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文字函數2 Left 左取文字Right 右取文字計算字數Min 截取文字Trim 去除空格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